阿爺話舊擺響省城，廣府人好鍾意上茶樓。響20世紀30年代初期，阿爺話已經有大大小小成400幾間，可以分成3種等級。第一種叫做茶樓，嗰棟房屋要有2層以上至夠資格。室外啦室內用晒紅當當、碧綠啦金黃色，畫滿山水雀仔樹木圖畫，整潔雅致。飲茶價以最高嗰層最利，事關越高越靜，兼夾風景靚，最涼爽。由伙計輪流托住點心叫賣，叉燒包春卷蝦餃燒賣鮮竹卷馬拉糕。第二種叫茶室，窿中都係2層樓。屌那聲咁啦，茶樓有乜撚嘢分別？茶樓樓下都做生意，茶室樓下唔飲得茶，通常係餅鋪，樓上至飲茶食點心。政客啦學者幫襯多，一跨過門檻就直上樓梯，樓上掛住靚木或者玻璃招牌，好似五月花、白金龍、菊苑、綠園、梅園、益山、中華。佢哋點心比茶樓精緻好多。省城有所謂星期尾點，就係去茶室啦。第三種係的草根階層茶館，因為茶價每位窿中2厘錢，所以俗稱做2厘館。入邊台以亂七八糟，主要供應水餃、粉麵、臘賣燒賣為主。香港嗰的2厘館就主要供應甜包、鹹包、蝦餃。